憤怒是我們為他人的錯誤懲罰自己的方式。痛苦的真相永遠比隱藏的謊言更好。困難時刻總能揭示真正的朋友。時間不會改變人，只會揭示真面目。當內心沒有敵人，外部的敵人就無法傷害你。痛苦讓你更堅強，恐懼讓你更勇敢，心碎讓你更睿智。贏家不是從未失敗的人，而是永不放棄的人。當你尋找別人身上的優點時，你會發現自己最好的一面。有時你必須轉身離開，放手讓人走，讓關係結束。不要害怕改變，它無論如何都會發生。假人需要維護形象，真人根本不在乎。學會享受孤獨，因為沒有誰會永遠陪你。成熟就是遠離威脅你內心平靜的一切。生命比你想象中流逝得更快，不要等待。人生最大的悲劇是太早變老，卻太晚變得明智。失去的時間永遠找不回來。微小的改變可以帶來巨大的不同。當恐懼逼近時，立刻面對並摧毀它。原諒不能改變過去，但能改變未來。讓你受傷的事，其實正在教會你成長。最好的報復就是不要變得像你的敵人。如果能讓你快樂，別在乎別人的眼光。美麗的臉隨處可見，但美麗的心靈卻很稀有。聰明的人會對家人隱瞞3件事：他的弱點、他的掙扎和他的慾望。